工研院外籍教授像孩子一般全裹上围兜兜，专心的彩绘木鸭，体会苗栗3义的木雕之美。工厂老板汤日高专业的以英文解说着，木雕行业之于他就像吃饭一样自然。因为我就是出生在3义，就在这里长大，所以40、50年的岁月都是跟这些东西一直在接触。80年代台湾出产的木鸭曾经红极一时，全台各地大量制造木鸭的工厂多达上百家。那我们最早期做的鸭子也是所谓的幼鸭，销到欧洲去，让猎人可以打到鸭子。之后外销产业没落，一度困在浅滩。镇店之宝随工厂历经数十年风霜，无损美丽。这个第一只鸭在这里，这可能30几年了。所幸老工厂搭上观光潮，彩绘木鸭结合可爱造型，游客们乐于尝试。还有家庭主妇画出上百件作品。这个是来宾画出来的东西，不是我们专业做，也可以画得这么的活泼，这么可爱，100多只了。激荡创意，彩绘蝴蝶可当名片夹，也可用来直角。益智棋盘还曾拿下设计大奖。汤日高有信心要为木雕产业闯出新天地。这是新产品吗？客家话要怎么说？我会教观众朋友。也係新產品嘛，也係新產品嘛，也係新產品嘛，也係新產品嘛。